欢迎收看《后上太上宫》，就怕太假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主持中阿中古強海老後生人大在鼓勵一開始先問大家一句話就講：你平常時你下敢係有啲嘅看小說咧？對當代嘅後生人嚟講，記得讀書家下一轉到屋企，第一件事情係裝啲電腦頭前做乜解？因為記得上去看，記得看啲小說，敢含有新嘅內容出來咧，唔過時代啲嘅改變，也下看實體書嘅人見來見少，大家也下身邊嘅敢含有啲嘅看小說咧，咁樣邀請到6個後生人，為留大家向下嚟分享小說，對佢嚟講都係代表馬街回憶嘅眾上分享。主持人老師佢都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動畫看愛情小說嘅阿子怡。就係浪漫嘅書唔錯，人生一生你就想嘅分享。我就同主角強要按價。你按錯個，後面的事情最好看。乜嘅？關門啊！沒有，跟女主角強按錯個。冇關係。蒙度馬街秋遊，慢慢的播。唐乃公真名有愛。我沒有想要聽你講，等一下再講。好，兩下先來小給聽一下阿應真。大家好，我係福爾摩真，我最好看到的就係我哥哥寫嘅福爾摩斯推理小說系列。你哥哥？嚇，係啊，你哥哥福爾摩斯都係做夾工嘅吧？我可能係福爾摩沙啦。福爾摩斯本名都夏洛克，佢係嚇死人，冇講。夏洛克給他吸引，他是嚇到人了。哎，冇講了，冇講了。趕快電影下好不好？哦，你是等一下再來嚇死人哈。第三個賽季的阿比倫，大家好，20嘅主創王就係我，我係超好看奇幻冒險小說嘅比倫。哇，主創王奇幻冒險全部都係。你會唔會諗本地戲啦？好嘞，掂，還蠻開心，我操，還蠻開心。第四個賽季的賈寧。大家好，我係好看小說前面嘅會寫小說嘅賈寧。穿前五王，新進的主場王。對。兩片漫影會寫小說。沒有嘛，就你聽聽嘛。大家都聽無限嚟，估數眼中。你意思就講聽韓，塞爆聽韓。好。聽你這樣半個時間很夠哦，突然之間有靈感。有追蹤我哋哦。哎呦，聽到啦，少介的好心。大家好，我係 KC 動物溫和 KC 嘅好心。謝謝麼？而家就係尷尬的部分。如果呢，裝頭腰，講出葉婷，葉婷講唔出。阿總顧都唔知佢講乜嘅。真嘅，哎，佢講嘅要文學氣質。我這個中文系畢業的，我不敢講。你好尊重的哦。這邊老師佢就阿小鳳。係，大家好，我係小鳳。嚟到講，我中意看實體書嘅。嗱，細細無書記好，留古上嚟全部翻去做小說，轉去看啲小鳳。哪個咩按的呢？佢最好無書好做啦。來阿太咩按用誒？你最好莫踢我吧。不過，剛一開始就講到有人嘅讀書嘅時間，就講比如講國中、國小，甚至都高中噶哈。哎呦，大家我們這個年代，哪個人沒有聽過白鹿洞？真嘅。係冇，那個天師級頭前有洞到，用用落來看那個後場2000年以後出生，哪個人都白鹿洞啊？啱啲呢？你想做菜嗎？做得你有嗎？哪個做菜啊？經典嗎？阿自己來分享下，你幾樣是啲白鹿洞煮嘅那一條小說，好唔好？公司採訪唔係愛做嘅啦，不過幾種是後生嘅事，真係超好看小說。跟 Andy 呢可能就會推出13年，就辦好有13年，就會特別去做書店做嘅小說。是一個僕人的部分嗎？給工具人，就是出錢，都係條戲嘅啦。係跟佢做好小說過後呢，就 Andy 搶下來分攤嘅錢。你看，後生嘅事就按有客家精神，從無東上強，客家呢邊呀嘅。呢種時你係咪就租一本哦？給大家搶下分攤嘅租金嘛，再個搶下看。跟其實公司採訪係同嘅阿小鳳阿爸差唔多嘅時代啦。呢種真係冇乜嘅。估數你係阿自怡阿姨，難怪阿自怡，你叫阿自怡。阿自怡，阿自怡，阿自怡，阿自怡。好，唔講你呢種事呢，我講出來真係大概就啲你嘅顏色。呢種事雖然沒有當好冇乜嘅小說做得看，不過你就會看嘅無名小站。那是什麼啊，阿姨？不要裝了啦！無名小站底不會對，就會有對素人。
其實下檔都會斷片嘅故事，咩都好看。佢繼續去家來連載，咁就當日就停佢。我一禮拜堅持一拜，就根本幾個堅持啊，停看，冇眼冇停唔到你嘅發生。誰來我家？誰來？這個今天主題好像不是這個呢，呢種唔係呢，你我苗車站旁邊就時候就有看到誒，誰來我家就啲馬仔有來看人嘅小說。哦，喺個無來人聽講，你就攞嚟點名。唔錯，阿燕仔唔錯，邊種嘛冇看藝新嘅小說。我想去看啊，跟你密碼又冇本啊，有啲乜嘢？密碼鎖住，我懂啦。呢條聲咩講金啲係咪咁啊？係啊。阿姨同埋講嘅，好啦，理論嚟講下嘅學生時節最好看嘛嘅，也係講學生家下其實唔好看，也下真好看。冇啊！學生嘅時節，國中、國中都親愛看小說，我做老阿姊佢講做上課嘅時間都偷偷嘅看，我因為偷偷嘅看咧搞太假，做搞嘅小說啊，變到嘅。作嘅嘅土嘅底下，頭安尼大，偷偷嚟出嚟看，嘅搶救啊，將近要上要本先生看到，佢很樣辦呢？哈尼鋪做落去夾到嘅樹地步，比講也係國文課，你做落去夾到地步，先生咩唔掂同佢看嘛？夾心餅乾係嘛？嗰個樣時係咪青島做去嘅圖書館家，也係家有講到，我去嘅乜嘢白鹿洞，你最後唔記得啦，咁我卡嘅係蒲公英。唔啲喺日本人也係日本人嘅樣，要看睇四本啊，係冇唔錯，前呢一 Q 嘅，嘅家私都冇用，要加工嘛，冇加工，有冇要看咧？係全部都要買嘅，哇！年啊嘅阿小鳳頭擺讀書家最好看嘛嘅小說，然後加到你冇老係講嘛嘅《金瓶梅》，你真係你這種時候，還有編好噶，因為我們以前住校咩，有編好就話從人家度叫我去煮誒，啲學校圖書館就係嗰種三國啦、水滸啦，哦，嗰還有乜嘅？還有乜嘅銀河街、白蛇傳、西遊記啦，全部看咧。不過嗰係真嘅有文字誒，冇錯。嗰咩小說啦？有文字。其實係一本小說冇文字的，我講真嘅啦，但係而家講上課條看有冇？你嗰種時啊，你學校係有啊練功嘅，比如說學科好動作度嘅摔模，比如說我撲啲嘅度嘅，我唔會嘛。有位老師哈，標定喺那個大腿上面，他那叫人哋撲啲就開始看。人家意思講先生唔冇講人家就摔模，係見見風氣嘅，跟住唔是，就標到作當就看咗，辛苦咗晚咯。係咯，係一時的面子。不要都做嚟當好現場，係知道個運動認真。我標啲本期準倉，佢本來看係本來準倉。太搞上夫主，先會講阿燕真咧，聽講你因為頭擺吼看書冇按呢篇，點多抽神。我都冇按呢篇。小姐，你不用特別站起來，這老皮蛋強講咧。唔係啦，咩講冇按呢篇啦，因為家唔係要講到，你就全部都要用煮嘅咩？係咩唔係講我卡下後呀，嗰時候係要買嘅，係唔用係笨蛋有啲會缺陷，係吃這個部分，呢樣沒有。係吃這個有一種障礙，唔講冇懂人錯，我都閱讀障礙。你睇先有彈過冇？就係講係看書嘅時候冇辦法順順地看下去，佢會跳行，係唔係跳絲嘅哦？嗰時候我嗰種時啊，家是有看小說嘅話，爸爸媽媽就會做動感通天嘛，動聽啊，就有啲會唱嘅腳唔好，啊結果佢就上腳，佢同你會講幹，會叫字，佢會叫字嘿。嗰時候唔攞嚟上去看嘛嘅書啊，爸爸媽媽就會鼓勵啊，就講好買，你要買嘅，他家是係看睇一本啊，嗬，啊就唔攀得萬本嘅圖書館，因為我好不容易讓同佢看睇，大部分都係一隻紀念性，紀念嘅里程碑，因為復健過程啊。嚟，爸爸媽媽我同佢裱框起來咧，就裱到佢數學地步。哇！古時候因為我有一個閱讀障礙，本來吃這款小說就同朋友冇共用，有這個皇家服務、皇家待遇。因為他冇嚟啦，嗬。因為看的書較少，5、6一兩3本聽，古時候唔會罰條多錢。因為你做得很慢啊，看動漫用年都3年，我講里程碑就按美麗啦，按一年，按年好像比較符合成本啦。哦，沒錯對啦。就看睇，真係看一年。阿燕真係有客家心啦，我推介廿外上啦。唔過真正講到小說嘅類型有3萬多嘛，有乜嘅言情小說啦、探險嘅小說。今幾日呢讀冊吼圖冊生活嘅統計，2011年到2022年賣最好嘅類型小說，提名咩有翻拍片做天陽，就是東野圭吾的什麼店。
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对，解忧杂货店。解忧杂货店的第一名，这个书我俩下还蛮看过，不過幾度2018開始變做動出名的一本小說，這J.J. 亞伯拉罕的 S。这种是一个推理小说，一出就变成全球10大小说之一。哇，赚好多钱呢！哦，这个部分我是唔掂，不过我哋还蛮有時間去看，一個推理又懸疑的小說，走得去看一下佢故事發展。第3名是 J.K. 羅琳的《哈利波特》，第80。哦，第8集，它只有第8集才卖得好。这10年内累计起来，今後就是被詛咒的孩子嘛，还有提示部分，我这本也没看，还没看过，如果没悬疑类型的，就丹布朗这种地狱啦。我想说，我为什么要看这本书？我平常已经在地狱了。韩翠講，係啊，不過本睇到嘅分享，你最好看嘅類型嘅小說係乜嘅類型？阿 V 類，剛才有講到《哈利波特》，輕戲部呢就係個奇幻冒險跟鬼怪相關的嗰種類型嘅小說，像剛剛講《哈利波特》啊，還有大家有看過嘅《盜墓筆記》嘛？因為你忘年那個墓地不有同個東西嘅，然後講因為個《哈利波特》佢當到奇幻嘅故事圖地背啊，就像一個新嘅世界，像魔法世界一樣嘅，嗰你就會翻想起架哦，我坐定嘅手把筆都填蛋糕啊，又係講嘅壁啊，安尼就轉啊過去，就到嘅新嘅個魔法世界咁樣，嗰時候嘅樣式啊，就看嘅嗰學習動到嘅地部嘅咒語啊，就唱，咪又係咒語壓機，係啊，做買壓機，嗱做拿啲啊飛來飛去，做去武器走，比起來，比，沒有一集，你的怎麼那麼陽春？你這麼陽春？你喊3個時間又冇錢，那有空的買正版的，你用這種啊？阿英子壓機一槍黑12年24張終於拿出來，是聖誕節用的，聖誕節用的。你加嚟嘅啦，你加嚟嘅，應該係舊年嘅吧？因為當初借款。盜墓小說。如果真嘅東東，你會按呢？係冇錯，他們東電嘅那個床單有冇自以為是斗篷，就係你飛來飛去，經驗咒語，你唱不掂樣嘅，唱不掂，真幾間沒地啊？緊緊動作嘅粉絲做按用型，按使用型假呢？應該不會吧？還係你平常直接幫我卡住按呢？其實我們就係懂色攀嚟嘅呀。我這個哈利波特迷，我第4集火盃的考驗，看30擺。真係多好看。韓國係最好看係主角呢啲天推屍體過去，給他靈魂叫做頭擺去。不過總得有超能力，就愛上網大兵啲頭擺生發，順殺搞男朋友，一部分係最好看。嘿，搞男朋友嘅部分，像穿越劇啊！做穿越劇。因為愛透過小說來彌補自家生活度做唔到嘅部分。咩當好啦，希望唔多真實嘅世界咩做嘅搶小說地位度，要經過很多冒險嘅行程。搞男朋友事情就唔是凶，地都凶就會。你上來撞到跳擺啦！唔過正經啦，鄉親朋友、觀眾朋友咪想眼最後看係哪一種類型嘅小說？韓國人要認為看小說發生乜嘅神奇嘅事，兩下先進行後生地下會，等下再嚟繼續攞曬隻強下來分享。歡迎來到後生地下法，唔知大家平常時會看書冇啊？今日老大家強下來分享3則老小說有關的合法了。第一則小說、小說，我細看家下，真好看的就是小說。第二則吸引人、上癮。小說底度有當到上癮的內容。第3則精彩，當到小說嘅故事就當精彩。希望大家做嚟讀一本好看嘅小說，中意嘅小說，好好來閱讀個。後生地下法，你真來了。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上一趟問大家講，即個讀書家嚇，到底有去看過小說嗎？用版型來看，有人係抽定嚇，共犯結構，用下來去做嘛，嚇，係暗看唔看，即個係鋪頂看啊，嘛嘅冇本線上讀到啊。唔過真嘅，向大家來講嚇，你頭擺要因為愛看小說。結果嗬，乜出發生當多神奇嘅事情，係發生你想唔到嘅意外，有安尼嘅事情啊，家呢？因為我未懂人嘅，當然呢，不用好叫佢嚟講嘅，記到點食飯，叫佢談講一下功課。我媽媽，我記得我媽媽冇想做呢。
想種啊，佢冇洗澡啊，佢種咩冇洗澡？你想種？那種把強嘅媽媽就錯了。老弟係強姊妹，係有可能哦，懂得養嘅也沒有，真係。種嘅都會注意嘅。真嘅。哎呦，古種人就條條搶嘅同學去做嘅小說，然後就彈鋼琴嘅時間就攞嘅小說條條嘅變到嘅鋼琴嘅啲家係，然後 V 到我看小說嘅啲學教練習嘅時間，然後就攞去配樂，就揀嚟勁彈勁就去彈鋼琴，然後就 V 到看小說就攞去。而家人哋咩動腔呢？所以佢哋喺看小說，還有音樂背景。我們都古種來鋼琴幾乎會做工那個翻頁的節奏怪怪的嘛。因為我一停下來看一下，後面都又買嘢，呀又買嘢，就會很。可以會彈恐怖小說，然後就彈恐怖。古種來買緊都跳彈緊呢，錯。原來嘅鋼琴都一下做鋼琴欣賞，係因為細漢嘅家下練出來嘅。咁巧未？感謝姑媽媽。係啊，真嘅啊！本人一下做嚟教鋼琴。冇錯。跟阿美倫啊，你頭擺因為有 concert 所發生那條神奇嘅事情。假如講到頭擺嘅做一本小說，佢可能10萬元，較新嘅可能20歲，佢有時要當到個點價，假講到白鹿豆，我喺蒲公英呢就會推出，就會推出比講20本120萬元，但係平均一本可能6角，就想講哎呀一便宜咯，嗰是博電樣嘅，20本就8點賺，又8點賺1萬，從頭到尾可能5本，根本錢就冇上到。禮拜看唔睇啦，看唔睇，咁重點係按20本咩？帶轉去要變到哪？變到嘅民眾大廈空地，因為我看見就講，讀書人看乜嘅小說，嗰時候做空地，有一擺就不壓把簽到，就拿一疊貼，疊貼以後就用完了，再拿去賠錢。咁啊，簽後面，你客家人冇上到，冇錢都冇上到，當時就共犯結構做出來咧。然後嗰錢係就親情，就親同學，然後可能3、4、3年，叫下來丟，5本，加起來。耳朵犯罪動機啦，你才40成立嘅。嗰時候你看他本本啊，按年做唔是8萬多錢，按你平要做5本就看1萬，還沒動靜。真嘅啊，應講吼，科技來自於人的惰性，吼，犯罪來自於人的懶性。所以安永堅啊，我犯罪因為經常會偷懶哈，所以我冇本應做到，所以我就開始有一些犯罪的行為。係冇唔錯，小心一點，搞太假。呀，唔是主位了。你係做在教台這樣哈？係咩？誒，後先來講一下，頭擺看小說發生乜嘅事情？其實哦，喺台家木住地圖，台家地圖應該全部係動比較陽光嘛，哈。好聽講啦，比較外向一點啦。那讀書冇買關係，因為我慢來為走嘛，慢來為搞嘛。誒，可能咩地家學校地圖錯人怪怪讀書嘅嗰種人，咁其實我係當要溫和氣質嘅人，好冇？我係咪當好看小說？我條門一撈溫和氣質有買關係。那唔知誒，看你溫和氣質而安永義。沉思者，安永我可能要是唔係啦。我其實我對個我小說動入都動中意，但係我好可能我時候去買進來，從買推名錄嘅言情小說啦、推理小說啦，冇寫講刑法故事，冇寫勵志嘅故事。其實兩個我動好可能是動法啦。我買轉移表你不卡，我開始哦，我媽媽是講過，哎呦。有當然變咯，因為其實平常時根本嘅同我係封建，越白機會讓我聽上那東西，因為我冇地方卡嘛。你看，今年我封建時，可能我樹可以當個暗豆樹嘅降豆，哎呦，然後成個變形咯。平常時冇看書嘅人，同封建暗豆樹哦。然後頭擺我來4000，其實讓我罵啊，講哎呦，按唔4000啦，你冇傳進用4000，所以我每因為佢倆機房，我係傳錢賣樹。啊，走過來咧賣樹，唔係單場賣樹亭哦，誒，同學嗱係愛看咯，那講你不愛錢。數錢啊！你可是做生意嘅，是聽我嘅咯。你是不是也開蒲公英？對啊，你地方嘅蒲白鹿洞學基投資的啦，我可能是薰衣草啦。薰衣草係乜嘅意思？我自己唔掂，不過自己家大家都意見哈，因為細漢時節想要做一些事情，因為冇想話本人做到，冇想話本人談英法，所以結果你自己會想出相控相克，用自己好自然嘅方式來閃避那個危險嘛。我們人類都會有自然避險的功能嘛，跟阿印證，佢就冇呢個功能，因為佢冇需要。佢用呢邊咧，因為愛寬恕，愛爸爸媽媽咧就會幫愛電路，你愛讀書，幫愛鼓勵，種愛動戰鬥、動風神、動傻批。唔過啊，我有兩個姐姐，
俺你这就同系完全冇共用了哦。佢10本好看书，你就跟他头下讲到任何一本书，还相信佢全部都有看过。真是佢你呀看，上篇上佢没看，你嘛嘅時間佢就啲嚟看。嗰時候有一擺啊，佢學校嘅成績就考唔好，牙尾就動氣，就講把那個書放我桌上，做唔得看嘞。然後沒收他的小說，因為一對牙記嚟講係得出版，係出版，牙記就做講很想去底會發生乜嘅事情咯。佢就看定啊，就想講喲，老妹吼。看書每本也愛罵，佢都條同係分享講係同講哦，佢本書底背哦，寫嚟罵嘅，幾好看，幾精彩，好想去啲嘅男主角最尾發生乜嘅事情喎，我想去，你都睇唔見啊？係佢就講，佢希望阿妹啊，我一下冇書我唔點呢，我說我就歡迎佢，我就依同埋媽媽講，阿妹啊，我送俾啊，底有一本書哦，好見用誒，我媽媽就講，哎呦，真啊，很乖啦，看書呢。唔講係唔點追面嘅男主角發生乜嘅事情，想去看書，好冇問題。佢就將嘅抽屜底部嘅書就拿出來就幫我啊，結果啊因為我有閱讀障礙，根本就冇人看乜嘅小說，然後就文思暗讀啊，反冇兩下我就變到我嘅手嘅當空咧，結果我自己就偷偷拿走，冇錯，我很精，嘿，我自己真是很厲害。那嘿，你挺好練呢，沒好怪。我係看推理小說，我自己係喜愛做推理小說。你黑推理小说里面的注稿，对，就是被推理被推的。你看不是送的啦，对啊，你是把你送出去，做那个罪人的是黑你啦。我就是花生本花啦。花生本，你是被推下去的。花生，好啦。好啦，唔過前面阿志老太嘅分享，頭擺看小說嘅家下都帶發生那條事情，你想起按精彩嘛？都精彩，亞你都看言情小說，霸道總裁有什麼好精彩？就係亞洲精彩，因為亞洲嘅笨懵，冇捱啲好到底杯度嘅5點。就會壓榨，人生地都會污點，唔錯，人生地都會污點，就係嗰種時，呢啲學校讀書嘅時候，就同學就會條去做嗰種言情小說嘛，乜嘅霸道總裁、俏秘書，係就同學看，呢嗰種時，因為呢佢。就做到嘅呢辦項，就大家做哋愛全部來看嘛。呢幾種時嘅要幾成，佢就條看嚟看到有一隻數就哦，這個農出見咧，佢就攞佢做記號，攞佢摘起來，即係嗰樣咧就全部嗨晒。我打開，因為這隻有記號，就這隻打開嘅哦，農出見。等一下，你們把言情小說當色情小說在看就對了。就是魔術片好溜嘛。因為總得可能該就是不能看漫畫，太明顯啦。對啊。佢可能過去要玩嗨咋，就你可能3、4、5就看到幾片就動聽人哋冇習慣不表，就係大家就因為上課時就條啲嘅討論，後來先生就發現到怪怪哦，條嘅學生啲嘢做乜嘅，佢就做到有時就像真正按槍嘅那種槍，就這樣拿起來就講。因為佢按人嘅小說，就攞嘅小說輸走咧，韓國就按一撒就很多嘅鋪頭式啲杯度。按洋蔥按很多鋪頭式、輔導室，按言情小說按啲鋪頭式，按唯一100經驗嘅鋪頭式。因為嗰種是嗰種書應該算輔導級嘅。對，所以要去輔導室才。你那就搞對輔導級嘅就讓輔導室看。我本來沒有東西進去之後給我就。其實底下冇乜該啦。那我請問一下，可以保護級要收到保護令才能看嗎？可以警察局。去警察局。因為其實公司才發這種事，呢幾年是韓卡唔是拍看這種書啦。我說這種事就去到個鋪頭室，個鋪頭室嘅現場就罵我，就講誒。我冇想到按過來後，成日看按用嘅順啲，按用嘅書對人讀書來講冇幫助啲。哇，可能人家欣賞冇了解嘅。都蠻講那種民國以前嘅年代，你就欣賞講啊，唔過對人讀書冇關係，對人人生有關係啊。你經常學教嘅欣賞，我講唔看嗰條書，唔看底下寫，唔發想我去到人真抓。因為呢個學教係鬼聽眾唔得談戀愛嘅，就講而家都中央嘅學教，講我會有其他嘅分享啦。唔是看裡面有懂得分享，兩真嘅就係。你有平常時間、周期跟時間，咪係咪話？你講咩啊？你跟聽眾在看。你們要從裡面學習感情，對，然後你傳到一個，傳到一個，你係揾啲書件嘅點哦，就談戀愛嗰時係揾書件咧。
这中间4年都就要透出去的，你再有穷用咯。我吃的哈，在本人讲哈，在讲3日3夜，还係講唔上。真係都得。觀眾有冇想下，你平常是看小說會發生哪一條事情？韓國一開始就講到，呀下看實體書嘅人見來見少，咁有樣嚟，等下上來繼續來大家，向下來討論喲。你講講像骨感的安尼真心好看書嘅人啊，只有講無論係天子書，行講一般嘅書嘅應該就懂好看。唔講假使種好心安尼啊，看書係會看本太戲甲看，本太啊只有講哇溫馨的，安尼嘅人哦，我只有講兼係看書，佢看嘅係種本味感。等下，我咩看本人看，我係看睇朋友會看個假機。哦，因為你翕相去睇，佢就係買去嗰種星巴克，然後翕相講美好的一天。其實眼杯。歡迎大家到嚟後生睇上港節目現場，你家下滿到大家一開始好看呢條小說，韓國人因為看呢小說發生乜嘅事情，最嚴重嘅韓國人捉去鋪頭食，哎呦，做一管出來講哦。還有你們冇結好啦哈，因為本人尊重兩個共犯，你是那個殺人兇手，你被借刀的，你是那支刀，你知嗎？應該講真嘅，一開始老太太個報告就講，你下看實體書嘅人可能見來減少了。但是這是我們的經驗談，唔過來本台再來分享一下，你自己身邊，因為講你自己到你下有看過真經嘅書嗎？哈，阿英姐。其實搶愛吃豆人啊，主味嘅人啊，其實有6種哦。搶愛上6種，六種啦，咩有6種啊？因為粉都開優美種，你們6種了都你做2種，我講你2種，好嘞，全共6種，台灣基礎差唔多。界門剛書科書總，先講界就好。冇啦，比如講像骨感的安尼真心好看書嘅人啊，只有講無論係天子書，行講一般嘅書嘅應該就懂好看。唔講假使種好心安尼啊，看書係會看本太戲甲看，本太啊只有講哇溫馨的，安尼嘅人哦，我只有講兼係看書，佢看嘅係種本味感。等下，我咩看本人看，我係看睇朋友會看個假機。哦，因為你翕相去睇，佢就係買去嗰種星巴克，然後翕相講美好的一天。其實眼杯。其實眼杯。你講緊群體啦，根本就唔係書，佢係一個道具聽聽嚟啊！不過將來自家啦，老實話講，將來有閱讀障礙，嗰種係其實較好看實體書，就是實體有個書。所以拿冊安尼對等啊，一行一行。你唔使辛苦，還有數字條啦，有數字條，愛嚟看就好咧。係講係只有講啊，看實體書啊，吼，最好嘅一種感受，唔但像係做得看，你還做得按嚟變。命冇錯，心情嘛嘅時候呢，就隨定嘅書安尼命高。有咩係第關嘅？係咪呢樣子？冇，實體書還有一個重點，佢唔但像係一本書，它還是芳香劑。有沒有批書香氣息？我讓你講兩種音啊，先那種一本書去個 Starbucks 抽啲個邊不容易看嘅啦。我命神氣，佢講欠家講那種書香氣息。呢個點啦，即係講愛懂好看書，愛有溫和氣質嘅人。啲條身其實你係講嘅自家。家己安尼嘅乜生意？我講愛懂溫和氣質呢。唔是演講，唔是演講。唔過前幾日家睇一開始哈，那個阿英真講到實體書，唔過近期嘅泰數幾個公司要公布2023年5月29號嘅發布嘅2023台灣民眾閱讀習慣韓國實體書店嘅調查報告，看得出咯，台灣嘅鄉親有83人嗬，但閱讀冇到1點鐘，當然冇到1點鐘。故說假使你超過1點鐘，就超過平均嘅人咯。哎呦，韓國有超過200個人。一個禮拜低度完全冇看書。你叫你講係呢？動啥片嘛？韓國再來學嘅老 Q 年就老嚟報告嘅 Q 年就2022年來相比係不分年齡層，差唔多有54%以上會去實體嘅書店買書。買書冇代表。我聽說有看，有買書。韓國咧太假嘛，咩反映到嘅實體書係韓國傳統書咩兩線上看書，就講看電子書還係冇超過傳統書啦。所以這是從購買習慣來判斷。不過真嘅買轉去有看冇？
愛唔啲哦，太家少唔啲，嘅阿美倫，唔知家有買咗去寬獎嘅係冇？我自家嘅朋友嘅發要動去買實體書，因為有的人佢知道嘅書嘅封面啊，都有藝術感，很有藝術感，然後可能設計得很好啊，動獎啊，做得翕相，係冇錯。還有另外一種是講，你當到很喜歡的作家，哦，買起來以後，佢偷完了以後，就會知道不用到嘅書架當中有一種儀式感。裝飾品，有另外一種就會很講嘅裝飾品，就會講寬獎的啦，寬獎的，夾個書架按你6港咩，就不用一盆花，好，不用一本書，就按你那樣，按你就給文青感的，就不用。就出來了，就出來了，就用嘅。其實我去講沒可用，剛剛講到，但係我買去星巴克去想啊，我今天心情很好，什麼那個一本書，對，一本書，最討厭的勇氣700那樣，不用的，各位。你選的書很好。有幾本呢？等到你就會寫一本哦。本人腦嘅勇氣，你就講好，捱兩下就會本人腦，捱就會揸寬書，捱就會電，捱就會見。冇錯，各位只有封面聽聽，個字本買個唔啲。甚至有啲人還一本用嗰種英文書，佢根本就唔知點會寫什麼嘅。係啊，我有一個朋友佢學嘅美術設計嘅，就他放了一本人體解剖。我說你看那個人體解剖啊？美術所以叫必然有辦法啊。也是啦，咪係啦，要共提重新數啦。唔知道你不會寫乜嘅東西。阿志，唔知嚟講下，你真見有看實體書冇？都呀哈。都有係去看實體書，因為就像真正講嘅，真人嘅名嘅感受，還有係咪會去批啦？新書愛不？因為新書一種特別嘅香氣，冇錯，動槍很像那種，我覺得好像中毒一樣。就是動香，就動槍批愛嘅點點嘅感受。倆槍愛唔啲。唔過你其實公司採訪藝術，可能真人較少有人啲咧看實體書嘅，大部分會看實體書都會總比較多。再過來，你目睭唔好。冇就會總比佢看書嘅習慣係看實體書，再過來就係呢，可能就會看人嘅正面，人嘅條路係同人家看書啊，係作家係有相關嘅，佢就會看實體書。咁其實秋蓮愛姐姐，因為愛姐姐就同真嘅姐姐共用，從細到大都懂好看書嘅，真人比愛還好看書，比全部人都還好看書。然後呢，那時候我就看到佢拿定嘅天字書，我就講，誒，咁奇怪嘅，因為我問佢看書嘅習慣嚟，我就問佢講，誒，即係因為揾嘅天字書來看咧，如果因為天字書同呢篇啊，你看一下哈，我都在現動到種，動到現車，韓國我出去嘅時，我就帶啲，都按錯。唔錯，韓國我咩唔是講講，看一般唔啲看到我，因為佢會天書唔記了哦。不過佢一下可能同時看2-3本啦，係，佢其中講一句話，我真係說哦，因為真係係時代啲改變，其中我帶得一本天字書，就從帶定嘅行通圖書館共用。還有一件事情漏人家要看天字書，因為做得不用睇，做不用睇。其實呀，天字書真係做得動好，就你們會看到目珠動神，跟熒幕冇共用，真係冇共用。看天字書跟應該就會真是有啲咧。真是看書，天字書同嘅平板係冇共用嘅。正經嘅小鳳，所以老太家小姐，你知道會看書 V 嘅用天字書來看書，都係很用版嘅人。來知道，報點給你。他其實看實體書嘅人見來見細位咧。像正經愛看咧吼，我做屬於那種，佢一定愛看實體報紙嘅嗰種人。佢看新聞佢唔拉，佢只係叫我看實體嘅報紙。佢看實體嘅報紙，佢自家專門好看嘅東西，佢好留起來，剪下來。他天字書吼，佢咩見來見進步嘅啦。唔看阿中古你還用乜嘅？平板。係啊，因為佢做得馬上揾地方內容嘛。天字書咧，他沒有懂得消費習慣，佢地方現在書院，比如說阿中古你寫嘅東西，佢邊種地方，你做得講，3等月付100錢，我就6張頁，我就1年，然後佢寫嘅東西全部就都得看。因為我付3個月，可能50幾塊。佢寫嘅所有嘅東西，掂落去全部就都得看。哇，真係有啲咧看咧。唔係，又係廿四廿悶咧，唔係廿悶咧，假一下做得喎。唔好咧，實體書還講天字書，佢都冇啲看。如果我有去看人家，佢做得掂啊，唔對視察，都得掂播放翻有營養嘅書。導明。唔講掂咧，看冇感情啦。哦喂。係，點解？你還習慣嗎？就是 Google 小姐。前幾日家一開始睇下佢講到吼，就會看天字書嘅人可能係真正好看書，因為你除咗想
慢改变你的那个看书的习惯。看懂懂。嘿，我做咧看下那度，因为甲较公道的嗰種調查報告，底部沒有寫到，大專業嘅買書嘅醫生，假使一個人佢也會買天字書，看得到吼，假使你一大專業1000塊以下嘅人吼，就只有預算就1000塊來買書嘅人，差唔多有50%將減有60個人唔會買天字書。唔過假使你一專業會買書買超過1萬塊，你它的比例是100%會買天字書，一天會買天字書，因為天字書它便宜啊，高韓國上空間有上空間，好韓國咧還有懂得新嘅嗰種閱讀器，唔係兩種平板，可能對那種 OLED 對於人嘅目睭嘅雙眼，它唔好。廿起來嘅間書就冇共用咧。有啲我兩下出到動槍字嘅，真見動槍字嘅鑑書嘅阿簡嚟嘅，唔知家可以買天字書冇？也係講看實體書較多。其實一張嘢會超過5000元來買書，古時候就會買天字書。其實係真見同學嘅名起來嘅感覺，唔講你真見會挺貴嘅。古時候一下會留下來嘅呢，就會我看超過失敗嘅。你失敗嘅，就會留下來。韓國上到東江嘅美術書，那就會留佢留下來，因為而家當貴2000元、3000元買，因為你看嘅天字書，看唔出嘅感覺。留長看好看嘅，就會留佢買下來，燉沙哩，冇錯，就係咁。哦，就係拍手。誒，即係你講唔會查，就講看過，好就做得攞一個檢出去，也講看賣嘢，我就便宜賣嘅，因為我看過咧，我不需要再佔據我的空間，因為我嘅空間有限嘛，哦，資源有限。要努力分配。做啲見運動都會單邊。真係假安利啦，安利翕相翕睇做對吧？係啊，來啱卡啦。結果佢行開機咗個家父，你點講？他也是好嘞。真嘅。行開想辦法。還要做一個 Excel 表啊，總顧問我用樣旁做講。唔過真見家有講到了下嘅實體嘅銷售，韓國了天字書嘅市場一向有改變，大家有按呢知道冇？韓國家是幫你推薦一本實體嘅銷售，因為推薦哪一本銷售？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同我哋分享了。經典版、2刷、3刷、30年紀念版，跟韓版是有買過，我有買啊，有啲帥哥寫真啊。伊係因為性侵唔好，當地台北時差暗部頭3公版呀，時差時到該霸連嘅三星潭，只為到去，他為了去聽海。8年的七星潭，對不起，三星潭是吧？三仙潭，七星潭，對，七星潭。歡迎大家到到嚟後生台上講節目現場，上一堂就老太家講過嘛，你下其實吼，會看書嘅人點都會買天字書，天字書嘅市場一周印台，點都會唔會想到，會買實體書嘅人會唔會變到閒下時候，大家會有知道講呢個市場嘅變化，有減書嘅多冇？阿志，冇看書嘅人咩減書嘅多？哎呦！冇啦，因為其實真人愛知道一天會有動態影響嘛，像剛下阿總顧就有講到嘅，真人有看書嘅人，佢都變成會看天字書。嘿，會講真人有看書嘅人，佢就會去買書。佢買書都做個看睇嚟，佢不用買，不用地步卡嘛。係不用地步卡哦，不用進來，就變成個冇所在後邊嚟。卡都那代山，冇，因為其實那時候現團人嘅生活方式就係越來越簡單咧。古時候你看，好，就算佢買進來，不用啲嘅片，佢會整理，還愛送本馬上愛剪碎，還愛花時間，真人就太麻煩咧。因為圖案都神奇。真人，古時候其實天字書真人太離片，不過我知道呀，咩係另外一種他唔好嘅事情，因為呢，你太簡單去得到誒，就會變成一隻快時尚。你冇唔錯，就冇辦法去慢慢的去優去拼送，地位都非常強嘅文字，去感受可能。嘅封面啊，乜嘅就是感受用書，去感受用去感書，係，我知道呀就會動態變化啦。係冇唔錯，就講佢我唱揀嘅按有功夫，按有精神，按有神氣，按有時間，按有佢係要攞佢剪出，要攞佢賣出，你係另外算。有啲人會講，我就是想要享受那種實體書、拿到書嘅，看到嘅係封面嘅人，嚇，用彩色嘅設計，可以用版型設計嘅人，結果人家
用那天字书，就如果留的作者的用心，就好像少了一点点，大概就按你知道吗？仪式感就冇咧。哎，有一些仪式感。我看小就会看文字啊，看跟以为某一种。唔係啊，就規則薄起來，真係完整嘅作品。係啊，佢講看佢以為冇什麼，佢挑戰講埋個凍醬嘅外皮，它就會留下來。工藝書啊，美術書冇用啊。哎呦，原來你就是功利取向嘅。錯。跟阿英真之假咧。其實我知道講，實體書對我來講還係較好一些啦，因為就像剛太子講到嘅啦，佢唔單將係文字啦，包括你嘅紙質的選擇，其實咩有一個作者，好像講辨識佢嘅巧思都喺度啦。韓國人之後講假使咧，太子講真是動中意位作者啦，吼，無論係實體書啦，好像講一個天字書啦，你當然我用形台比同佢來支持啊，把它下架，冇錯，下架它，讓它再版，對啊，精裝版、經典版、二刷、三刷、 30年紀念版，這韓版是有買過，我有買啊，有啲嘅帥哥寫真啊，也沒做的，因為你做的該到進步一點，主題冇可能吧？咩書啊？該沒小說，它裡面的假詞有文字。種小說愛情菜。你做的30年過後，老人來了摸一講，你係30年前阿妹看嘅小說。媽媽，這裡面都是圖片，我講係小說。我用心去看。哦，那你們那啲嘢跟媽朵當夠全部會死啦。你要吃死啦！哦，你那故事吃到嘅身體當紅啦。我看到你冇做噶啦。真嘅嗬，根本嘅大家不管係買來看獎，而係講真嘅要買實體書嘅，做得請大家來收嘅來推薦一兩本啊，你還有啲嘅看，而係講你知道呢一本哦，你買來，且對大家有興哦。韓文強哦，阿里倫，都對係咧，我來小嘅，大家講到係希望看嘅奇幻冒險嘅嗰種小說咩？帥哥小說。唔過日本係用假嘅，因為用叫佢出嚟時候學什麼時候？因為是要叫咧。翻錄卡嘅時候呢，就變態咧。也做係呢，頭一篇《盜墓筆記》老九門。你真的還用借的，從蒲公英時代到現在。咩一家很值錢，很圖書館家。咩啦？一啲本故事同佢講埋老太。來推薦一下，一作家呢，喺中國大陸有一隻南派三叔咁樣嘅，就係佢本來喺苗路作家，片種都講唔出來，佢本來喺網絡作家啦。咁後來呢，佢開始有出嘅實體嘅書，嗰個地方喺講緊農民國初年有當到年啊，做一條嘅睇翕白嘅墓啊，地方有當到嘅種帝王啊，有嗰種珍寶啊，呀嘅用時呢就叫太嘅假鈔，嘅叫太假鈔呢。睇緊呢，主要冇共用嘅本地咯，要屌年係當位嘅八卦就八卦啦，要屌係嗰種挖掘嘅技術當強啊，同位擺係太假都冇共用，一擺都磁吸，我唔知咩嘅地方有當到買水銀啊，嘅當到凸土地板，咁樣嘅啦避免嘅嘅都當到嘅技巧，唔講係千禧份喺地方買嘅，嘅大廈全部都有嗰種山河哦，就像個秦始皇嘅墓有沒有？裡面有咩動態係冇錯嘅地方都有嗰種河壩。也係流水啊，就像喺另外一隻世界，我非常推薦大家來看，做一隻冒險的感覺。有啲穿越。其實呢隻東西，一隻系列已經有拍電視劇。有。你多兩下很有勇氣做一個。男主角當演導，真係有啲。男主角當演導，見用嚟去講上到誰來，做一隻翻上嘅片。我當時買跟誰來的銷售嘅應該會揀嘅。係啊，真係條會買啊，條。不過兩本真嘅喺當兩下董事行那個大家都很知名的小說嘛，大家可能嘛要多少要看過啦，後先應該推薦哪一本？來，哎呦，唔係一本哦，唔係一本哦，來。因為然後真正有洋強到愛嘅生發嘅，因為一開始一開始看書嘅時候看到兩張作家，佢哋愛理解嘅是個情緒動物名，它叫做藤井樹。哦，動物名啊。對，我們不結婚好嗎？還有 B 棟11樓。其實愛因為兩本書哦，愛開始帶到 B 棟去了。沒，我說這很就可以一集故事。沒，啱啱講，其實愛因為兩本書哦，愛開始以寬度嘅時間，因為地位有寫到。佢個主角佢係因為性侵唔好，當地台北時差暗部頭3公半夜時差時到該發電嘅三星潭，只為到去，他為了去聽海。8年的七星潭，對不起，三星潭是吧？三仙台，台東。
潭，对，七星潭，嘿。为到石头改片戏看人会，啊，该是应该宽度。好嘞，好嘞，他有文学气质，没有地理知识。没，应该上个老公的冇强用。其實應該是應該看到是當魚頭發電嘅時候，應該盡是紅布頭，應該當到讓我朋友講，應該上去七星潭、聽海。哦，那真的，那魚頭改片養地都經用辦會寫出來，因為魚頭改片沒沙鵝，改片全部係石頭鵝卵石，應該是就係它夏天的時間嘛，魚頭改應該是往地該石頭當個木竹合起來，你看眼控是躺喺度該火上，走過來你木竹拔開的時間，跟媽你天嘅線呢，哦，盡是動這樣，真的你的身心靈都得到了舒放。哇！應該每因為安用那種當行去賣給他所謂的。剛剛說的再版嘛，精裝版在這裡。後面講好多東西啊，一樣厲害。其實你昨天你是昨天看到挑白嘅風機到兩下嘅風機，冇係會買新嘅。嘿，因為兩下風機是，這就是你們就是拍照用的啦。哎呦，精裝版，就是你懂講。不過兩下人挑白嘅，係冇咁錯。不過有兩本明明係銷售，本給講出來，以前係賣給旅遊雜誌嘅。應該其實走單呢，因為有的是旅遊小說形式，跟家庭小說的故事，然後那個利誘嘅故鄉嘅所見所聞。其實該是應該未想講，該地位寫有進行按歐巴嘛，應該沒是從就有一種實驗精神，想要去試一試看裡面他講的對不對，結果哦進行那個一本呢？我們不結婚好嗎？係，那是他的願望啦。好，你係也可以試看嘅啦，係啊，所以該是。不說就冇結婚咧。嚇，你係冇結婚，冇結婚。不過最尾還有一條時間，我們今天採上唯一嘅大作家，我哋讓大家分享一下金庸如行嘅作品一下，開始紹介一下好啊。小嘅有一三支係唔足夠掉多頭擺去做結論稿嘅故事，因為佢動畫做結論稿，不是我想。等下，去做結論稿，又係邊做結論稿？去做結論稿，啲頭擺呢就變成係穿越，變到當有名嘅條架案嘅。好，也有因為嘅愛情小說。係蛇記啦。蛇睇架係蛇。冇去當過，看水條。好，我也係小綠綠嘅劇本，風尚是地圖嘅。愛情變數，佢講乜嘅東西呢？因為講男主角喺劇本地圖嘅人，我幫佢哋照出嚟。即係愛幻想。係喺幻想喺安尼，喺地圖嘅寫嚟就懂演到，就照出嚟啊！咩希望有安尼，佢真嘅照出嚟同佢談戀愛。大家都係啲命路，但係命之地啊，大家做一點落一個。蛇記做嘛？跟蛇係乜嘅意思？蛇記，這姓氏啊。主角相蛇，相殺，他喜歡蛇杖啊。蛇杖嘅蛇槍唔係幾得。啊，差唔多已經贏啦。而家就大聲學，點樣要動作嘅冇文學素養。先就做對了。先讓大家做得支持你後生嘅你嘅作家呢，作家哈，未來前途不可限量。作家，愛招門，你要乜嘅唔曉？高難平。好，希望基本大家講到咁多，唔管係實體書，也係電子書，都書中嚇看書家嚇，希望大家都簽到自己嘅心頭電內，因為應講嚇書中自有黃金屋，你都黃金電內會去等大家以前來記得咯。下禮拜佢嘅時間繼續來收看愛到嘅後生太上宮，有冇太上宮？翻嚟了，拜拜。看書。提倡了解唔單單係失望看書體驗，愛同看書轉做興頭，培養主動看書嘅好習慣。睇自家密實的對自家最有興頭嘅主題開始來做，希望睇自家都是的歡歡喜喜圖書海世界地圖，享受街道上到嘅可能哦。